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树，今天是2026年8月2号。这一期咱們聊一聊7月份的採購經理人指數，也就叫 PMI。國家統計局7月31號公布了數據顯示7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就是 PMI 是 49.2， 低於6月 1.1個百分點。這是什麼意思呢？簡單點說就是覺得冷了，寒意更濃。這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数字。這個 PMI 它有個叫榮枯線，就是 50%， 低於 50% 呢，那是經濟活動就比較冷，就是進入這個收縮區間。這是簡單的理解國家統計局說他說儘管暑期帶動文旅行業景氣回升，但受批發、貨幣金融服務等行業景氣下降，部分地區高溫、暴雨、洪澇災害等不利於建築施工等因素影響，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下降 1.2個百分點至49。两大行業景氣收縮，就是不景氣就是咱说通俗一點，景氣收縮，50以下就叫不景气，50以上呢就是叫擴張區間。如果從55到54就是擴張慢了，從52到55就是擴張快了，更景气了，就這意思。那50以下就叫收縮，從50到49這叫收縮，從50到45呢，那就是收縮更嚴重了。這個大家理解一下那什麼意思呢？那就兩大行業景氣收縮，拖累單月綜合 PMI 產出指數下降 1.3個百分點，變成 49.3。這個是什麼數呢？ 49.3 什麼意思反正我們也不知道它具體的意味着什麼，你就只知道這個數字是2023年以來最低，也就是大家就知道這個為什麼我們總是覺得冷，對吧？每個人覺得除非你是在硅基硬科技 K 型發展那條腿上，你恐怕覺得現在日子還好，歲月靜好，甚至未來一片光明。你只要在 K 型經濟那條腿上的，都是覺得冷，对吧？有裁員的壓力，有降薪的壓力，單位的氣氛好像有點怪異，身邊人都越來越緊張，都不輕鬆。實際上這都是經濟這個在收縮的一種表現。大的環境在收縮企業也一樣。企業一收縮呢，人跟人之間，對吧？本來10個人要幹掉3個，他能不緊張嗎？這個數字49.3已經成了2023年以來最低對吧？大家知道口罩期間，我們每個人都覺得因為這是口罩導致的，口罩一導致我們希望這個一解封以後，經濟就能報復性反彈，就能好起來。結果從2023年開始，它一直在，你看到現在創了個新低。2026年大半年過去了，对吧？7個月過去了，綜合 PMI 產出指數每個月數據都並不理想。實際上從2026年1到7月份的每個月數據看，綜合 PMI 它一直是在這個50上下左右晃的。6月份還晃到了50.6，讓人感覺好像你看穩住了，又進入擴張區間。結果7月份給它來了個大耳光子，一下掉到 49.3。這次掉下來實際上就說明了撐一撐又掉一掉的態勢不會得到改善，再出點政策刺激一下，它也能稍微好點，你稍微一不刺激，它咣當又掉下來，就是目前就是這麼個趨勢。當然了，這個如果 PMI 又到了50以上，當然就是6月份只有6月份1個月到了50以上，那很有可能是有一些出口的訂單要集中交付等等導致的。所以我們要知道這 PMI 到底是什麼東西。如果知道了 PMI 到底是什麼東西，你就知道這個 49.3 意味着什麼。如果長期在50以下，它代表什麼東西？這個 PMI 叫採購經理人指數，實際上它就是經濟界的天氣預報，就是讓你感覺到冷還是暖，是向好還是沒有信心，向差，是改善了還是變差了，就這麼東西。這個 PMI 指數它不是代表它不像 GDP 是一個數字这個數字代表我今年增加了多少，
增加值就是增加的，它就像温度計一樣的啊。而这個 PMI 它只是個方向，就是50往上就表示擴張，大家都看好；50向下就是大家不看好。但是不看好到什麼程度？哎，說你們廠啊，是不是減產多少？這沒有，不是這個意思啊。如果啊，把國家的經濟比作一輛正在高速行駛的大卡車，那麼 GDP 就是月底結算的行駛里程。哎，告訴你這個月一共到底跑了多遠，跑得多快，燒了多少油，這些都是具體數字。但是這個你必須到月底啊才出個總結，是吧？但是這個 PMI 啊，就採購經理人指數啊，它是好比是這個駕駛員踩油門還是踩剎車，它的一個手勢。你就是你看它是踩油門呢，那肯定這個接下來就要加速，是吧？車子速度就快起來了 ，GDP 就快起來了。如果你看它是踩的是剎車，那麼這 GDP 肯定要減速。所以這個 PMI 它是個領先指標，它不是絕對數字，不是說代表我這今年的鋼產量增加多少。啊，今年的鎂增加多少？今年出口增加，它不是這個數，它只是你看好還是看空，就這意思啊。那為什麼叫採購經理人指標呢？實際上啊，一個企業啊，我們先從企業說起。一個企業，如果他那個採購經理啊，他開始大量採購東西的時候啊，說明什麼？說明這個企業他肯定是看好啊，他下個月要生產更多的東西，或者這個月啊，他要擴大生產，說明他有訂單，訂單增加，那麼他相應的因為他先去採購啊，都不能說後採購，對不對？他一旦去採購，那反過來說明訂單就增加了，有訂單他就要去採購。如果採購經理開始大批量的訂購原材料，哎，說明訂單就增加了。但是沒有說增加多少啊，也没有说他多採購多少，只是他增加了，產能要拉滿。哎，如果這個採購經理啊，從這個月開始不採購原料了，說明什麼？說明訂單減少了，說明庫存多了，東西賣不掉了，你不能再生產，再生產對不？那庫存不是積壓的越來越多嗎？所以就減少採購，那麼標誌着未來要減產，甚至要裁員。所以每個月啊，定期調查這群最接地氣的採購經理，就能最快拿到實體經濟的第一手真實溫度。那怎麼拿到這個數呢？所以你看它是個先行指標，對不對？採購經理如果說去採購的時候表示接下來這1個月2個月，哎，經濟會向好，他不採購了，說明接下來1個月2個月那經濟不行，溫差啊。所以說那怎麼統計這個數呢？PMI 的這個計算方式啊，比較簡單直接啊，因為剛才說的它不是具體的數，也不看具體的金額，不看具體的產量，它只看趨勢。哎，就3個答案，一個是不是變好了，一個是變差了，一個是沒變，就這麼3個答案。所以統計部門呢，它每個月定期的啊，給企業發問卷，這個問卷呢，哎，就第一個問你新訂單，那麼企業回答增加了，有的企業說沒變，有的企業說變少了，這是第一個。第二個指標呢，就是生產量，你們這企業生產量，有的人回答說增加了，有的人回答說減少了。從業人員，有的回答我們多招人了，有的说我們裁員了，有的人說人沒變，主要原料庫存，有的回答說多了，有的回答說少了，還有沒变，就3個答案。當然了，它這個3個答案，如果按數值變化，統計人員呢，可以把它從0到100來標數，對吧？你就顯得更準確一點。你說變多了多少？就是如果從0到100滿分的話啊，有人說我們是40，有人說50，有人80，大概這樣子啊。那有人就說了，那怎麼統計局公布的啊49.3，為什麼後面還帶個百分號呢？49.3%，那這數字什麼意思呢？實際上它這個百分號啊也沒什麼意思，它不是代表產量增速，也不代表企業這個佔比，實際上它是擴散指數的一種表達習慣。那麼這個榮枯線為什麼是50呢？也很簡單啊，調查對象這些企業說改善的和變差的數量一樣多，
這個指數正好落在50，超過50呢，就說明啊改善的企業更多，整體方向那就是擴張，而低於50呢，說明變差的企業更多，整體方向就是收縮。当然這些我們都說的比較簡单啊，比較簡化的去解釋。官方這個綜合 PMI， 它還涉及這個樣本權重和5項分類指數加權。剛才說分類指數就是那個什麼就業啊、庫存吶，這5個維度。權重是什麼意思呢？權重我舉個例子啊，就是我是個小企業是吧？我這一年產值就1個億，而那個宝武集團对吧，一年產值幾千億，他說向好了，我說向差了，那我們倆是一回事嗎？就是我們倆的这個权重一樣嗎？對經濟的影響，所以宝武它也可能權重是1，那我這個權重可能是0.1，大家懂什麼意思吧？不能把它也算一個，我也算，我們倆等權的，那不行的，因為人家產量對吧？那個經濟影響那麼大，我這頂多对吧？才1個億。當然了，這個統計樣本啊，人家有要求的，所以我舉個例子啊，假設這個統計局啊，它統計100家企業啊，這100家企業權重一樣，好，這100家企業裡面呢，35家說改善了，28家說持平，剩下的37家說變差了，那你說怎麼統計呢？改善的啊，這個再加上持平的一半，就是持平的28家，一半算到變差，一半算到改善，大家能懂這意思吧？這樣的話，這100家嘛，分完啊，就荣枯線是50，持平的啊，劈成2半，你又不說好，又不說壞的啊，把它劈成2半，就是好的分一半，壞的分一半，這樣的話就是35%，一共是100家嘛，啊，35家說好，那好，把28家裡面一半劈到這個好的這邊去，那就14家，還有14家是差，這樣的話呢，就是你看35家加14家就是49。好，統計局統計的啊，這個 PMI 就是49，所以49就這麼來的啊。它說明一件事啊，就是綜合方向上變差的企業比改善的企業多了一點點，但是它不是具體到啊產量究竟是多了多少噸呢，或者少了多少噸呢，或者少了多少錢呢，多了多少錢的这些 PMI 是不回答這個問題的，所以它只是個方向，或者我們簡單點說吧，它代表了一個預期，接下來2月好還是不好，它不是絕对值啊，它只是一個方向。好了，我把這個 PMI 啊大概介紹了一下，估計大家應該對 PMI 這個指標啊，也就是這個經濟冷暖，接下來1個月2個月好還是壞，對吧？那這個先行指標就是一個方向。所以我說啊，統計局公布的這個49.3，說明大家預期就不好了，寒意正濃啊。2020年這7個月啊，這 PMI 就是很努力啊，想回到50以上，但是好不容易在6月份啊回到了50.3， 50.2還是50.6， 7月份吧唧又掉到49.3。當然了，他說的理由比較多啊，所以我們接着看財經網說的，他說國家統計局啊服務業調查中心首席統計師霍立慧表示，7月製造業 PMI 下降，受前期製造業較快增長基數較高，部分製造行業進入傳統生產淡季等因素影響。從製造業 PMI 5大指數構成來看，7月製造業 PMI 大幅下降，主要由生產和新訂單指數下降導致。你說1000道1萬，對不對？還不是訂單少了嗎？原材料庫存指數微降，就業指數回升。我剛才說的對吧？也就5個維度啊。供應商配送時間指數下降，會推高 PMI。這個5個維度裡面啊，最主要這一次7月份製造業 PMI 大幅下滑，主要是就是生產和新訂單指數下降導致的。本來啊，這個生產和新訂單下降，然後你還有3個維度啊，就是就業指數回升啊，然後原材料庫存下降，供應商配送时间指数下降，这3個改善，你可以抵消那個叫什麼生產和新訂單指數下降。但是很可惜啊，這3個維度它沒有改善多少，所以導致啊7月份吧唧掉下來了，就這個意思啊。
那就說明啊，這個統計局它沒有公布這個各個維度詳細的數據啊，那我們只能認為這個生產和新訂單下降，然後就業改善也沒有改善啊，沒有什麼顯著的提高，就業指數啊，原材料庫存也沒有下降，原材料庫存一下降，那採購经理馬上就去買啊，对不对？要補充原料啊，但是它庫存就沒下降，那你補充啥呢？對吧？你不需要去買，這就說明什麼？說明整個的啊，這個經濟是在急劇收縮。7月製造業生產指數回落1.5個百分點至49.9，製造業啊也在50以下。3月以來首次降至收縮區間。新訂單指數錄得48.5，回落2.7個百分點。其中新出口訂單指數下降0.5個百分點至49.9，就是出口啊也收縮。這個訂單收縮啊，但是降幅啊小於新訂單指數，顯示需求回落主要來自內需。你看財新網說的啊，那就是說明咱們內需還是不振。雖然出口也在下降，這個訂單在下降，但是啊它的下降速度還是沒有這個新訂單的下降速度快。那說明新訂單下降速度它為什麼快呢？主要是內需導致的，內需下降太快，內需。那大家就明白了，7月份的新能源汽車下降啊，7月份汽車行業銷量又下降18%，那你說這還能玩嗎？我今天看到的數字，油車下降的更厲害，新能源汽車下降2%，然後新能源汽車和油车加在一起啊，乘用車是下降18%，但是這是同比啊，跟去年比，今年7月跟去年7月比下降18呀。我這是內需的一個方面，對不對？與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布 PMI 的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認為，7月國內外需求和企業生產活動放緩，與部分地區颱風、暴雨、洪澇、高溫等極端天氣有關。這個說法，反正大家聽一聽就完了。我記得今年啊，3月份吧，俄羅斯開這個經濟會議，也是的，一眾經濟高官呢。把俄羅斯經濟這個萎縮是吧 ？GDP 停止增長，理由是什麼？理由是今年啊節日多，1、2月份呢，然後這個天氣寒冷，還有什麼？反正找一些借口，連地保都不信呢，地保了拍了桌子是不是？摔了杯子啊，說你們糊弄我。你說你這什麼颱風、暴雨、洪澇、高溫，我想大家心裡都有數啊。如果能賺到錢，那個下刀子人家也去幹，就不要說下雨了。只要有錢賺，你高溫，你外面50度都有人去幹活，也有人夜裡幹，對吧？白天不能幹，夜裡可以幹啊，夜裡涼快啊，對吧？我們的農民啊，白天就是不幹活，為什麼？熱啊，你得幹活不就中暑了嗎？農民什麼時候幹活啊？都是早上天還沒有亮，那實際上就是4點鐘，有露水下地幹活。幹到早上9點、10點的太陽出來了，好，大概10點回去吃早飯，吃完早飯就歇着了。有的歇着，有的在家幹家務活，對吧？收拾院子，家邊上的這個小事情幹一幹，別太熱。中午吃飯，完了下午還睡一覺，睡到幾點呢？睡到4點。4點的時候，一般是下午2點啊，地表溫度最強嘛，對吧？所以說。到2點以後呢，溫度就開始降了，就地表溫度就開始降了。然後一般呢，他們到4點又出門，開始收拾出門幹活，下地，幹到幾點？幹到看不見，天黑，外面看不見了，回来，对吧？你这要賺錢呢，有錢賺，什麼高溫呢？他夜裡可以幹活，暴雨洪澇也不是天天暴雨洪澇，對不對？那幾天一過。人家就會抓革命促生產，把那個浪費的時間要追回來。所以說啊，這個都是借口啊。實際上是你玩命的生產，你加班加點搞成那玩意賣給誰呢？你沒有訂單的賣不掉，所以他找個借口啊。你看啊，其分析稱，這對製造業企業的生產條件、物流運輸等環節造成擾動，甚至導致部分地區企業短期性停工停產，也給國內部分地區終端需求和中間品採購備貨活動帶來衝擊，製造業企業接單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響，導致國內製造業市場需求短期收縮。此外，
季節性因素對港口物流影響有所顯現，導致製造業出口有所波動。這個理由怎麼說呢？就是你愛信不信，反正我給了你一個理由，我給了你一個說法，希望你能相信，相信就好啊！你要不相信那是自尋煩惱。但是你看地保人家都不信呢。你說這些負面影響，這些因素，那今年1月到7月一直是這樣嗎？你從今年1月到7月这個 PMI 一直在50下面啊，好不容易上50一次，這咣當又掉下來，這就像極了你從整個的小學啊，你數學就沒及格過，你好不容易有一次期中考試考了個62，後面期末考試又考試48，然後你找一大堆理由，你說啊，這個每次考試天氣不好，对吧？心情不好，老師穿的衣服影響我發揮，你就找這些借口。從行業層面來看，中采聯稱7月消費品製造業需求降勢較為突出。你看說的是實話，對不對？說點實話，消費品製造業降得更厲害，那就是大家不消費了，內需疲軟不振，大家現在褲腰帶是勒得越來越緊，是帶動市場需求整體放緩的主要因素，對吧？那些天氣那都是找借口啊，外部因素。實際上是消費品的製造業下降更快，拖累了消費品製造業新訂單指數較上月下降超過6個百分點。你看看這一項，就像你高中考大學，是不是？你其他科都還可以，結果你就数學考個0分，那你說咋行呢？你上不了好大學啊，拖后腿也太嚴重了嘛，一下給你拖垮了。這個就是啊，消費品製造業一下拖了6個百分點，那你整個綜合的是少了1.3個百分點嘛，對吧？它這一下就給你幹掉6個，這個製造業消費品新訂單就直接到了47，這個收縮的太狠了，太猛。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消費品製造業主要集中於沿海，這部分地區7月受颱風、暴雨等天氣影響較大，導致消費品製造業需求明顯收縮，這個有點牽強，颱風也不是天天颳，颱風就那幾天，對不對？颳完之後，如果真有訂單，他加班加點生產，完全不影響，能趕上，對不对？供需變化對就業端影響不大。7月就業指數上升0.5個百分點至49，就是50以下還是收縮啊。所以說雖然上升了，但它還是收縮區間。就業我也不知道就業怎麼就好了呢？還改善了，給人感覺啊。受近期部分大宗商品價格波動等因素影響，主要原材料购进價格指数和出厂價格指數連續4個月回落，7月分別錄得53.2和47.8，就是4個月一直在下降。你這回跟颱風沒關係了吧？跟洪澇災害也沒關係吧？從4月份開始就在回落啊。後者以連續2個月位於收縮區間，顯示企業盈利持續承壓，企業不賺錢。出廠價格指數在收縮，什麼意思啊？就是你企業生產東西賣出去，價格還在下降。你那邊的原料呢？这原料你得看什麼東西，對不對？你要是從國外進口的那些東西啊，有的還在漲價。你跟原油相關的，那肯定在漲價。大宗商品，對吧？有的那礦也是在漲價的。而企業出廠價格在下降，那你說這企業怎麼賺錢呢？他不賺錢，那他肯定得想辦法減產，是吧？我們以小米手機為例嘛，這個一說大家明白，小米手機它也不能漲價，对不對？你漲價別人不買，你要一漲價，那你的份額就被那個 vivo 啊，什麼是吧？什麼 O 啊，是荣耀 OPPO 給搶了，所以他也不敢漲價。但是內層，對吧？芯片，那處理器什麼亂七八糟都在漲價，甚至電池都在漲價。那你說小米的手機它能賺錢嗎？它賺不到錢呢，賣一台賠一台。生產需求放緩疊加價格水平波動較大，企業採購意願減弱。7月採購量指數下降2個百分點至49.4，是吧？這以小米為例，你說他採購那個 CPU 啊，採購那個這個內層，是吧？手機內層採購好多放庫房放着嗎？當然了，也可能他判斷未來漲價，是吧？他也買一點，這肯定都在下降啊。企業動用原材料庫存融入生產，這個就跟咱們那個
那個石油庫存是一樣的啊。由於這個美國和伊朗一打仗，這個油價不就漲了嗎？對吧？漲到了100左右。那這個時候，大國就是咱們沒有增加石油进口，跑到什麼，对吧？國際市場去買更多的油，不是的。這個時候是什麼？這個是把自己的庫存往出放。你看，這企業一個道理啊，國家跟企業是一樣，這企業也是的。現在原材料價格在上漲，對吧？然後這個銷售也不旺，他們就動用原材料庫存來生產，所以相關指數在收縮區間微降0.1個百分點。制造業企業對市场发展总体保持樂觀，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指數微降0.2個百分點，那還是在降嘛？它在出現下方，在收縮區間它還降，這實際上就是已經大家的預期不好啊。食品、酒、飲料，還有精製茶、鐵路、船舶、航空航天設備，這一指數升至60以上，這也不知道為啥啊。儘管暑期消費效應顯現，但7月服務業商務活動指數仍下降1.1個百分點至49.3，也就是商務服務活動也不景氣啊，而且還下降，在收縮。獲利會稱啊，在暑期消費帶動下，居民休閒娛樂和旅遊出行有所增加，航空運輸、住宿、文化體育娛樂等行業商務活動指數較上月明顯回升，這是暑期效應呢。也好多孩子考完的高考結束，這暑假帶出來玩一玩。相關企業業務總量增長較快，但批發、貨幣金融服務等行業商務活動指數下降幅度較大，是本月服務業景氣度回落的主要因素。那這個就是麻煩了啊！這個為什麼我說麻煩呢？因為這暑假就這麼1個月、2個月啊，這個有利因素，這是，那你9月份就沒了，一開學，這個暑假有利因素就沒了啊。即便在暑假這個有利因素下，你這個商務啊活動指數還在下滑，那你要失去了這個有利因素，那不下滑更厲害嗎？更嚴重啊！你看啊，資本市場服務、房地產等行業商務活動指數低於臨界點，也就是這些啊還在拖累，還在往下滑。而那是季節性的、周期性的這種暑假，這種暑期消費。也只能管1個月。這個受近期部分地區高溫、暴雨、洪澇災害等不利因素影響，建築業商務活動指數結束此前連續2月的回升態勢，7月錄得47，比上月下降2個百分點。我覺得建築業啊，你看跟那個房地產有關係，你的房子賣不動，跟大基建也有關係，對吧？這是財經網啊。他7月31號報道的說，7月統計局製造業 PMI 降至49.2，供需均收縮，導致生產經營活動放緩。說的比較委婉啊，實際上就是供需啊都不行了，內需是急劇下降，會叫低迷，導致這個生產屬於收縮區間啊，急劇收縮，而且現在加大收縮力度，都已經下半年了，對吧？還找這些亂七八糟借口。就是不願意承認，對吧？直接說啊，現在形勢不好。現在就是出口啊，還算有點亮點。那剩下的國內這個啊內需，那簡直是一天不如一天，這是肉眼可見啊！大家只要打開自媒體，打開社交平台啊，映入眼簾的都是你看今年暑期是吧？旅行社不行了，暑期景點不行了，暑期旅遊不行了，對吧？賺了人气沒賺錢。然後是新能源汽車不行了，這個銷量暴降是吧？而白酒不行了，啤酒也不行了，都是這個暑假本來暑期這些的指望着賺點錢的，对不對？新房賣不動，2位數下滑。現在一個啊 PMI 這個先行指標也是，對吧？暴跌。實際上這些都說明啊形勢不好，大家可以自己再去感覺，或者看一看啊相關的這個各行各業什麼個情況。根據自身的所在的行業，再去細細體會，是不是這個樣子？做到心中有數吧。好，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評論，謝謝大家。